就拿手势你们晓得吗？经理，我给妈妈买来的呀。经理，哎，我进去。没错，经理，请坐直播里向，来看相机。可是，对，谁？对我亲阿弟。你，哎，谁妈的呀？你为了哪个？妈，来这里向。嫂嫂。经理，叔叔来了，来一起。哎呀，放进来。好，去。妈妈，哎，你，妈妈，哎，那种你弟亲叔叔，这叔叔是。经理，侬还晓得不？这是我亲戚对对的阿弟。当初的情况，我的阿弟老天取经，为了保当国兵，打杀神灵，那一朝子逃到外地去，所有费贵，现在封闭老天回到屋里向，如果金阳光当时毫不有功，现在大神对他愈加生气，是我当父有用。叔叔竟是人生正宗的当国英雄。对，哎呀呀呀呀呀！那个人为了从前面的什么什么无所谓。经理，经理，经理，俺这是什么事？为什么听见东西呢？对对对，加油！是的，我有理了。哎呀，来，去。去。好，署长，哎，你确认为是华师傅的嫂嫂，真是一步不起。哎呀，龙大嫂，我一个相当美人，心甘情愿过不落。侬那老婆说嘞，要讨老婆嘞，我把早上的发招，发招子呀！好，嫂嫂，这第一必须是有兄长嫂嫂，不是也不礼貌好。嫂嫂有我自心，一有情一有理。来大地儿去，我里向正面张上，跟我说不准备准备啊。那么是的，
你讲你下阿弟看东西，我等你两家的，搞了你打地铺啊！今天，今天，今天。